台语让人不安的称呼。节录，作者罗兆景。以台语或台湾话来代表闽南话，犯了以偏概全、以大吃小的谬误。这个称呼有两个盲点：第一，内涵上并不符合台湾所有的语言，容易引起原住民、客语等族群的不满；第二，对广大的闽南话不利。因为使用台湾话来代表闽南话，就自外于其他地方的闽南话，如海外的闽南话，如福建各地的闽南话，他们不可能称他们的闽南话为台湾话的。因此，以台湾话代表闽南话，是自我减弱语族势力、自我缩小语言疆域的矮化做法，殊不足取。放眼世界各地语言，向来称呼从根据地搬移到别处的自己的语言时，都不另外取一个新的名称的。如阿根廷、智利或墨西哥，他们在当地说西班牙语的人数远超过西班牙本国，但一律称他们说的话为西班牙语，不另称作阿根廷话或墨西哥话。又如在巴西说葡萄牙语的人口有1亿多，比起葡萄牙本国的1000多万，简直不成比例，但在巴西没有人把巴西的葡萄牙语改称为巴西话。比较不同的是美国和台湾，美国因为国势超强影响力大，所以把美式英语简称美语，让国内各不同民族都认同这个自主称呼。然而在台湾，只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闽南人，却硬要把自己的闽南话改称为台语，不但会引起其他族群的人不满，客家人和原住民第一个反对，也因此削弱了闽南话的势力，的确是非常不智的做法。非闽南语族群看到台语两字，很自然地认为是指在台湾所有常使用的语言都是台语，包括原住民语、北京语、闽南语、客语。这与中国话包括中国境内的汉语、阿尔泰语，不能以汉语等同于中国话，也与国语不能只以北京话来替代一样。但是目前有一种令人最难以接受的状况是，很多人不能接受国语就是北京话，却一再强调台语就是闽南话，这是很矛盾的认知。我们认为，既然北京话不能等同于国语，那么闽南话也不能等同于台语，免得被冠上以暴易暴、不知其非矣的难堪。至于长远以来福建简称闽，福建一带的语言泛称闽语，而闽南一带的人所说的话就叫做闽南话。很清楚的，闽南话的名称是纯以所居住的地域来命名的，和方言的名称基本上都是从居住的地方得名的，如吴语在长江口，古吴国所在地；粤语在两广一带，古为百越之地，后改称粤；赣语在江西一带，向来以赣江流域为代表，所以称赣。唯独客语不以居住地域来称呼，原因是客语驻地广阔分散，无法以一个定点命名，只好以驻地都是山区，所以称为山客，或称山哈。客的原意是山，专指住在山上的人。因此，住在闽粤赣山区的人所说语言称客语，地处闽之南的人所说的语言简称为闽南语，一点也不奇怪。闽客的称呼由来已久，以本人涉猎所及，客的本意是以缅语哈的同音字，意指山坡陀；闽的本意是侗台语板的同音字，意指村子。如果这个说法研究底定，是以当地特色产生的称呼，无关统独无关褒贬，那么沿用历史及地域的称呼，称为客语、闽语理所当然，何必危言耸听惹出那么多不安？